大家出提出来，这好戏在年代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带观众欣赏传统戏剧文化，邀请歌戏、布袋戏、甲京戏，总共有7个艺文团体，甲每一团经典的戏文重新改编。对3月18开始，一出接一出好戏要大车拼。一人巧虎嘛。 一代博蒸笼陈世美，敢真正有遐尼歹？新团歌戏团推出大家出陈世美反间，用男主角的立场去讨论婚姻内底的心酸甲无奈。什么环境，什么伊遇到什么代志，伊会变成安尼的人。大部分陈世美甲陈香莲拢是真古早的古册戏啊。你即马要甲伊讲，用即马的少年人伫看戏的时阵，你用什么想法？要甲伊翻转伊的即个变讲表演的方式。 这就是变讲，咱即马要找的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3大家出再现系列，以中俗经典为主题，包括歌戏、布袋戏、京戏在内，总共邀请7个艺文团体，将古早戏出重新编造。除了剧情切的角度无同以外，声光的效果嘛加添变化。金河转到伤心魂。台北木偶剧团推出《真情倒当期》。 特别注重武戏的部分，加入八卦的演奏。团长讲，人红仔的师傅，搁要经过特别训练。不仅要会武戏，然后在戏偶上要用力，然后他自己也要唱，所以就是连打带唱的一个身段的戏这样。那时候拢会请个木架、叉架啊，站边啊绑，所以很大声，啪啪啪啪，然后那个他的力，不管他是拿刀或拿枪，就有力道。 2023年大家出再现，3月18开始，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演出7场经典戏出。记者麦上郑春由台北报道。